屬豬嘅你雖然感情、桃花同埋財運都排第8，咁其實又唔係話好差嘅，因為屬豬嚟到馬年呢，我哋叫做太歲暗合，暗合係咩意思啊？有暗中貴人輔助，咁你屬豬比起2025一定好好多啦，係咪？因為2025你係沖太歲，尤其是如果你生3月6到8月8呢個沖太歲，一定唔會好事啦。如果有改變或者轉咗工，一定暫時唔會好順利。咁但係如果相反，你生喺你8月8到3月6，因為2025轉咗工之後咧，今年有機會再進一步，所以今年嚟講人緣係唔錯嘅。雖然排第8，咁桃花方面咧，今年就冇乜行啦，咁亦都唔使有行啦。因為如果你2025沖到結咗婚或者懷孕，咁今年唔使有新桃花啦。除非你2025沖太歲分咗手，咁就喊得一句句啦。咁分咗手咁點算啦？唯有睇月令桃花啦。咁月令桃花今年3月同埋9月咧都要把握下嘅，因為有時月令桃花把握得到咧，今年咧都比較容易維持落去，因為今年係合嘅年啊嘛，合嘅年咧亦都有機會發展到比較稍為穩定嘅感情。咁當然今年桃花咧就好輕嘅，同人哋今年桃花年就冇得比。不過咧冇希望之中，都睇下啲月份咁解啫。咁你下一個桃花年啊，好似都有排，哇！好似成4-5年後啊。你呢幾年把握桃花月份啦，係咪？咁今年吉星有月德，月德逢凶化吉。咁其實月德天德咧，其實唔係正式逢凶化吉，因為月德天德係報復心比較少，心比較慈悲。咁你報復心少，自然怨恨自然少啦。怨恨少，結怨少，就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啦。咁凶星有咩啊？有劫煞，因朋友而破財。咁因朋友而破財，如果好老友嘅，你又如果借錢俾佢，就預佢冇得還都得噶啦。咁希望出年有得還啦。唔老友嘅得唔借就唔借啦。總有個死符，死符係小疾病。咁但係因為你屬豬，咁你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冇乜特別。咁呢個小疾病咧就要留意風水嗰啲每年大病位、細病位，你識化解就得啦，係咪？灰地氈6個5毫紙啊，音樂盒啊，掛鈴啊，咁化解咗大病位、細病位得噶啦。咁一大病位、細病位喺大門就冚家都病，喺廚房冚家都病，喺你個房就你個房病，記住化解。仲有個小號叫小破財，小破財冇乜所謂，就你平時好想買又唔捨得買嘅，就趁機用一筆錢買咗佢啦，咁又可以應咗個破財，又可以買到心頭好，咁都 OK 嘅，係咪？所以你3粒凶星咧，劫煞可以唔借錢俾人啫，死符小疾病留意今年病位得啦，小號就自己買中意嘅嘢就得啦。